为了要庆祝儿童节，嘉义县各乡镇市拢举办相关的庆祝活动，亲像这嘉义县的溪口乡用台语设计儿童节的庆祝活动，希望大人甲囡仔伫咧耍的过程当中，惯习用台语。好，来哦！1号，准备好大人甲囡仔用台语相照问，边仔阁有在地食食的台语讲法。嘉义县溪口乡举办的儿童节活动，有走馆应答，有好食的点心，阁有唱跳活动，希望囡仔伫耍的过程接触台语。我感觉当然真好啊！囡仔真侪囡仔虽然有一寡囡仔可能听无先离开啊，但是阮仔有留一寡囡仔就来家长有兴趣的，反正因长期了就开始有兴趣要讲台语，嘛是有可能啦，感觉是真好的机会。其实大部分来的家长用台语拢做好的，只是因就无想到讲，原来我会使甲我的台语搁传落去安尼。溪口乡公所表示，台语是乡内真侪大人惯习讲的语言，但是煞发现大人通常甲囡仔讲话时，颠倒会改去讲华语，所以想讲透过儿童节活动，替囡仔创造讲台语的环境，互大人甲囡仔做伙来讲母语。参观用是去台语学这单位，也是其他的单配合的单位。走馆了后，伫走馆的过程内底，就会使去学到，包括讲熟悉食物要安怎讲啦，动物要安怎讲啦，还是日常用品要安怎讲。用这种方式推广，我无法度讲一讲就达成讲你一转去一定会带囡仔讲台语，毋过是一个刺激，会使互伊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囡仔若说毋学在地食食的台语，台语路文化协会表示，家庭是合适台语的第一个环境，呼吁家长会当伫厝内加教囡仔讲台语，创造囡仔伫厝讲台语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